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海外机构对楼市的看法。高盛他的最新一份研报表示说，房价不是问题，收入才是问题。我们一起看一看高盛研报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点和结论。高盛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居民部门去杠杆趋势可能在2026至2027年暂停。我给翻译一下，也就是高盛认为2026年或者2027年大家就会踊跃的去贷款加杠杆买房，那这当然是个好现象，这是高盛认为的。我觉得不会等到26年年底27年，现在我们老百姓就在疯狂的准备加杠杆买房。我前2天做节目已经说了，这咱们节目一结束马上就去看房，准备买了一套再买一套，买了一套又一套。高盛的报告他说，房价不是问题，债务才是问题。过去20年中国居民财富增长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买房。在房价持续上涨的年代，房子不仅是居住工具，更是财富增长工具。大量家庭通过加杠杆买房，实现了财富快速扩张。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随着房价不断上涨，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逐渐变得单一。高峰时期，很多家庭房产占总资产比例超过70%。与此同时，现金储蓄占比下降，金融资产配置不足，家庭负债持续增加。于是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房价上涨时，全社会财富迅速膨胀；房价下跌时，全社会财富迅速缩水。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调整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错就错在大家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房地产了，那也让我糊涂了。那这么说，我们接下来到底是买房还是不买？如果接下来我们买房，那不又是房地产这块的占我们家庭资产的比重不又更增加了吗？这让牛马让韭菜还挺难办的，想帮忙但又担心添乱。因为中国居民财富的核心载体从来都不是股票，不是基金，而是房子。高盛最重要的判断不是2027年房价企稳，高盛的报告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句话：只有当就业市场和收入增长预期出现根本性改善时，居民才可能重新进入加杠杆周期。也就是说，高盛认为房价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说实话，本栏目在过去也是这么认为的，认为只有当收入发生变化的时候，收入见底了，我们的房价就自然见底，收入回升，那房价肯定会回升。但是我现在不这么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想法显然是有局限性，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它忘记了一个变量。什么变量？一个大环境。我们有很多政策工具，我们有意志，我们有决心，我们可以让房价涨。房价涨了之后，它再带动收入上涨，这个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高盛认为，只有收入增长预期出现根本改善，居民才可能进入重新加杠杆周期。这个想法是非常的要不得的，是一个错误的。有识之士、热心这个群众应该打电话举报，唱空我们的楼市。因为高盛忘了，我们还有很多工具政策，我们的文件里面写着房价已经是止跌回升。我们开了很多会，大会小会都要求房价要楼市止跌企稳回暖。那我们的楼市它当然得贯彻执行这些会议精神、文件要求。所以说高盛他是不理解中国，不理解那就给他发口罩。那高盛他的逻辑跟我以前的逻辑是一样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这高盛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就业改善导致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导致信心恢复，信心恢复导致居民重新贷款。居民贷款就是加杠杆，一加杠杆你干啥？不就买房吗？所以房地产就企稳了。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高盛的这个观点恰恰是反过来理解的。我们应该是文件加会议加政策会导致房地产复苏，房地产复苏导致整个房地产上下游复苏，房地产上下游复苏，大家的就业就会增加，大家的就业增加，大家的收入工资就会增长，经济复苏，大家去消费，整个的就是正向循环。那还有人抬杠，不着调的在那抬杠，说那怎么日本怎么消失了30年，怎么美国还有次贷危机、房地产危机，这就属于抬杠了。因为日本、美国这些日益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没有宏观政策，他们工具少，他们尤其不善于开会，
这个也不是我黑美国和日本，大家看一看美国，你看特朗普那开会，哪一次开会不是在打瞌睡？哪有个开会的样子？你说这样能把经济搞好，怎么可能？那么多记者呢，当面下属在那侃侃而谈，完了特朗普在那打瞌睡，那你这怎么可能把会开得好，对吧？你不像有很多国家，像印度开会，那大家的精神聚精会神的在那记笔记，所以说在美国开会它就没效果，大家要理解。那日本开会更够呛，日本一开会不是吵架就是打架，没个阵型。他能讨论出什么东西出来？他能出台什么政策？会议开完也出不了什么文件，出了文件人家也不认。所以高盛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忘了我们还有制度优势。高盛的观点，他说为什么放松限购也难救楼市？这个显然这就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了。放松限购怎么难救楼市？现在楼市不救的挺好的吗？当然我们还要捏着鼻子还要去看一看高盛的这个报告，也好予以批判，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高盛认为，过去几年各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刺激政策，限购放松，首付降低，房贷利率下降，公积金政策调整，但市场反应却远没有预期中强烈。原因其实很简单，今天的楼市已经不是想买买不了的问题，而是能买却不敢买的问题。2016年购房者担心的是资格，2026年购房者担心的是未来。如果一个家庭对未来收入增长缺乏信心，对工作稳定性缺乏信心，那么即使利率继续下降，也未必愿意背上30年的房贷。这个说法显然很荒谬。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小阳春，有很多人花了200万、300万买了老破小，那你过3年之后，200万变成300万，300万变成400万。你有没有工作怕什么？你的房子赚了100万，对不对？你把这房子一卖，你就到手100，你上什么班一年能挣几十万？所以他这个说法非常本末倒置。所以有识之士群众网友不要跟这些看空楼市、唱空楼市的较劲。现在你应该马上去筹集首付款，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去按揭买房。你现在就是没工作，不要怕，你正因为没有工作你才买房。你现在花200万买套房，过3年这200万的房子变成400万，翻1倍，你就净赚200万了。但是你只掏了多少钱呢？你只掏了个首付款30万，15%首付，30万，3年以后你挣200万，你说说你还要什么工作？你还要什么自行车？所以说高盛这个说法就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们看好房地产的，千万不要浪费时间跟他们去辩论，下班立马请假去看房，筹集资金，这样你买了房之后，你底气就足了，是吧？你这老板不然我刚早就想辞职了，对不对？再也不受这窝囊气，因为你房子马上涨价，你投入30万就能赚200万，这什么概念？说最值得警惕的是负资产。高盛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风险，说如果房价继续下跌20%至30%，部分在2021年至2023年高位购房、贷款比率较高的家庭可能面临负资产风险。什么叫负资产？简单来说，就是房子的市场价值已经低于剩余贷款余额。比如一套房子购买时价值500万元，首付150万元，贷款350万元。如果房价下跌30%，房屋价值只剩350万元左右，此时即使卖掉房子，也无法获得任何剩余资产。如果继续下跌，甚至可能出现卖房后仍需补缴贷款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及美国次贷危机期间都曾大量出现。你看这高盛，我就说了嘛，高盛它机械的比较咱们是日益蓬勃发展的这种房地产，咱们是在蒸蒸日上，而美日它是在走下坡路。你老把这两个经济体的房子拿到一起比，那就是刻舟求剑，那就是错误的。我们的很多专家也犯这样的错误，动不动就拿日本的什么消失了30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他们房地产的走势跟我们这个，对吧？我们这个新兴经济体，我们是蒸蒸日上，是我们有强大的内生力量，这两个没法比。何况刚才说了，咱们这个工具栏里面工具那是比太上老君那个工具还要多。太上老君，你看裤腰带也是法宝，炼丹的葫芦也是法宝，说牛鼻子的铜环也是法宝，那金刚川是吧？反正总之太上老君啥都是法宝，但他那个工具箱工具多啊。那我们就好比太上老君，那你这美国日本你没有工具，那能是一样吗？
说负资产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房价下跌本身，而是它会直接打击居民消费意愿。也是多虑了，我们还是正能量比较多，网友纷纷表示愿意消费，为祖国发展，为超过美的，愿意添砖加瓦。当家庭发现自己最重要的财富不断缩水时，消费、投资和创业意愿都会下降。那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走下坡路的国家，他们出现了一些特征，跟我们蒸蒸日上、稳中向好的这个经济体，那是完全不是一码事。高盛还说，中国会不会重演日本？这答案当然了的，是否定的，对不对？我一再给说，高盛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当前中国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很多宏观层面存在相似之处，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下降、房地产调整、通缩压力、居民去杠杆。那他已经说了5个一样，那你就说10个一样，哪怕是100个跟日本当时一样都没有用，因为决定2个不一样的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本它是日益没落的，它是没有前途的，它是走下坡路的一个经济体，而我们像个新生儿一样是蒸蒸日上，这2个怎么比呢？高盛认为，日本的经验仍然提供了一个重要警示：如果居民收入长期停滞，仅靠房地产刺激，很难推动房价重新进入长期上涨周期。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因为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决心，我们这个叫众志成城，我们有制度优势，我们勒紧裤腰带也可以让房价上涨，易如反掌。只不过我们不希望它涨得快，慢慢涨，让很多还没买的有时间上车。毕竟还有很多人在犹豫，不知道该买不该买，得给他时间。我们是为了等他们上车，如果不是为了等这些人，这早就涨上去了。这高盛最后说，决定楼市的未来的不是房价，而是收入。这叫什么话？这不本末倒置了吗？高盛说当人们相信未来收入会持续增长时，他们愿意背负30年的房贷；当人们担心未来收入停滞甚至下降时，再便宜的房子也可能缺乏吸引力。因此，高盛这份房地产研报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2027年房价是否见底，而是另一层更深刻的判断：中国居民部门持续多年的去杠杆周期，或许将在2027年前后接近尾声。但房地产市场能否真正开启新周期，并不取决于房价本身，而取决于就业、收入和信心能否正式完成修复。这个高盛就是个伪命题，为什么？因为在我现在看来，中国就没有什么就业、收入和信心受损，没有受损，何来的修复？但高盛呢就看不到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整个面貌是积极向上的。我记得有个媒体说过是吧？咱们现在整个社会洋溢在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情绪里是吧？大概这意思，这个绝不就所言不虚。所以高盛他认为咱们没有信心，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我们现在居民，确实有去杠杆的、降杠杆的这种动作，但我们居民降杠杆，那也是为了投入更多的硬科技，主动减少在房地产这块的投入，把这个钱去硬科技、去人工智能，支持这个方面发展。那这方面我们也要超过美国啊！那不光是房地产这块超过美国，我们的硬科技、人工智能、AI 也得超过美国，那这个也得要钱。所以我们很多居民就主动的在房地产这块降低杠杆，在硬科技这块加大投入，这个在低质量和高质量之间切换，这是主动的一种调整。所以这高盛他看不懂，所以他就会发出误判，就认为咱们信心出现了损失。其实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信心高涨。所以这就是我对高盛这观点的一个批判。我认为高盛唱空输入。我们再看国内的媒体，再看一看有没有国内媒体也在唱空的，坚决举报。经济观察报6月13号刊登一篇报道，这报道叫挺着野村证券的死硬分子空头，经常唱空中国经济、中国的房地产，说 AI 将加速房地产市场下行造成的 K 型分化。我记得咱们野村证券的这个观点，咱们已经批判过一次了。我们再看看经济观察报作为官媒，他是怎么说的？经济观察报他这么说，他说记者叫田径、冯宇新，在房地产市场下行过程中，宏观经济出现2方面的 K 型分化，而 AI 就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将加剧这种分化。6月11号，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媒体见面会上阐释了 AI 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陆挺表示 AI 同样在推动全球经济 K 型分化，
这一特征已在美国、欧洲等地初步显现。随着股票等投资收益大幅上涨，有资本的人能实现财富的进一步增长，有特殊才能的员工也能收获颇丰，但大量中低端白领工作将会被部分甚至全部取代。回看国内市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由正转负后，此后持续处在负增长区间。近几个月，上海、杭州等城市房价出现了止跌回暖的迹象。陆廷表示，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负增长加速了两方面的 K 型分化。这个两方面 K 型分化，一个就是收入群体高收入K 型分化，一个是地区的 K 型分化，这个我都记得前2天介绍过。陆廷判断这个 AI 进一步加剧两方面的 K 型变化，一个是高收入群体，一个是地区之间的 K 型分化。第一个是房地产和新三样出口繁荣是有梯次的繁荣，这种繁荣就像波浪一样，率先推动一线城市经济发展，随后再推动2、3线城市相关产业发展。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除了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绝大多数2、3、4线房价也表现不俗，货币化棚改甚至点燃众多第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新三样也有这样的特征，高速增长的新三样投资门槛不高，如福建宁德、江苏常州多个2、3、4线城市也能从中受益。相比之下， AI 的高度发展集中于北上深杭等几大城市，同时 AI 大模型、芯片设计制造等发展门槛极高，未来也很难覆盖至2、3线及以下城市。其二，一线城市 AI 发展促成的市场繁荣很难像波浪一样传递至2、3线城市及以下，甚至可能反过来替代掉中小城市大量中低端白领的工作。陆廷表示，随着 K 型分化的发展，宏观经济总需求将受到影响，因为当各方面财富收入高度集中于一小部分人群和一小部分城市，内需就很难被进一步拉动。为应对 K 型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陆廷表示，政府需保持审慎，避免因 AI 高热度而产生盲目乐观的情绪。在大力推进 AI 投资的同时，要严控阶层与区域的差距扩大，支持地方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 AI， 让第一线城市分享 AI 红利。与此同时，政府还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缓解房地产市场下行与 AI 替代带来的就业压力，适度放缓自动驾驶等对蓝领岗位冲击较大的技术落地节奏。这个是经济观察报他报道的野村证券陆廷的非常悲观的这种观点。经济观察报在转发陆廷的观点的时候，很遗憾没有进行批判，对陆廷这种唱空言论就予以照发，这个是不合适的。陆廷他的观点可以说是相当的悲观，他说的什么地区 K 型分化，这个都是叫杞人忧天。为什么？你这个地区落后地区，那你房子可以涨价，房价会涨，房价一涨，人民财富就会增加。现在房子已经稳住了，这个穷人，他说低收入的跟轨迹无关的这些人群，他也会像 K 型那条腿往下出溜，那这个也没关系。那你低收入的，你赶紧买房，你看犹豫啥？他愣着干啥？赶紧去买房。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你现在房子一买以后，房价涨个30%、50%，翻一倍都是有可能的。哪怕你没有工作，但你已经赚了几百万了，有没有工作怕什么？所以你这么一看，你就发现房价一涨，解千愁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房价下跌导致的。所以说，只要房价涨起来，那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是不是道理？所以野村这个说法，什么 K 型分化，那你不买房，那到时候 K 型分化把你 K 下去了，那能赖谁？所以说，赶紧收拾，抓紧时间去看房，一套不够就2套不够买3套，要用实际行动打这些看空人的脸。什么高盛，什么野村证券，什么摩根士丹利，咱们要用咱们的实际行动去打他们的脸。这不，终于21世纪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还有很多人踊跃打这些看空机构的脸。确实，21世纪经济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破小突然成了抢手货，300万以下老破小被年轻人盯上，老破小究竟香在哪里？你看，很多人跑去抢老破小，你去抢老破小都去买，那这就是打那些看空人的脸。你看看21世纪经济报道是怎么说的？当然，不光是这一个媒体，很多媒体，什么
红星新闻等等都在报道。他这么说的：曾经被嫌弃破旧落伍的城市老破小，如今彻底逆袭成楼市黑马。2026年各大城市二手房回暖，撑起市场热度的不是高端新房，而是总价300万以内的老城小户型。更让人意外的是，不止刚需年轻人扎堆上车，不少投资者更是批量抄底，有人一口气拿下8套，靠租金实现稳健收益。你看，这不说了吗？你没有工作，那你可以去炒房，现在都让你买，对不对？政策都给你放开了，你还可以贷款，可以借。你看这个人不有人买了8套吗？你想8套，一套赚200万，以后1600万就到手，而8套他投入不到多少钱，一套也就投个40万，对吧？你投入300万，未来几年就能赚回1000多万，这什么概念啊？是吧？你还上什么班，还就什么业，还送什么外卖，还什么开网约车干啥？你看，靠租金实现稳健收益，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例子。核心原因很明确，当下老破小租售比全面跑赢银行存款、国债等稳健理财，在低利率时代成了稀缺的现金流资产。当下楼市最硬核的真相，核心城市300万元及主城老破小成了抢手货，核心杀手锏就是逆天租售比。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重点城市核心区老破小租售比普遍突破 2%， 平均高达 2.67%， 成都、武汉、重庆等热门城市更是超 3%， 稳稳跑赢 1.3% 的5年期银行定期利率和 1.8% 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真实市场案例直观印证了这份收益优势。成都一位买家抓住市场低点，总价330万，抄底8套老破小，这不还是这件事吗？我记得这个说了好多回了已经，成都的嘛，330万元抄底8套老破小，每月租金收入2.1万，那说明是这媒体也得不负责任。你这么长时间，你找点新的案例，对不对？你老是找这么一个案例来说，很多网友都听过了，对不对？搞得有点假了，这个应该给予批评。媒体你要造势，要宣传，那多搞一些新鲜案例。这3个月以前的这个拿出来说，轻松覆盖 1.4 万元月供，实现以租养贷，坦赚现金流。这天津也有投资者全款购入7套老破小，综合租售比约 5%， 年化收益是银行定存的2倍多。天津这个好像也是3个月前报道的。这种稳定的现金流回报是当下多数房产和理财都不具备的优势。而对预算有限的年轻人来说，老破小的吸引力更是无可替代。经过多年房价回调，老破小泡沫彻底出清，价格重回2015年到2016年的低位。北上广深300万元以内强2线200万以内的刚需房源充足，叠加 15% 的低首付，历史低位房贷利率，大幅降低了大城市安家门槛，让年轻人不用再长期漂泊租房，轻松实现落户安家的心愿。除了价格和收益，老破小的硬核配套是年轻人入局的关键。这类房源大多占据城市核心地段，紧邻地铁、商圈、医院，通勤效率和生活便利度远胜配套空白的远郊新房。同时，多数房源自带优质学区，完美适配年轻家庭落户、育儿、上学的刚需，兼顾居住实用性和基础的民生需求。政策加持更筑牢了老破小的价值底盘。如今，国家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更新，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通过原拆原建、加装电梯、管线翻新等方式升级居住品质。据央视新闻报道，“15+5”期间城市更新市场体量庞大，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至少可以完成，投资15万亿。多地国企下场收购老破小，转为保障房，推行以旧换新，给房源稳定兜底，让这类二手房彻底告别过去老旧贬值、无人接盘的困境。当火热行情之下，理性认知必不可少。这轮回暖是结构性修复，并非楼市普涨牛市。老破小只适合刚需和自住和长期收租，几乎没有短期投机增值空间。
同时市场极致分化，只有核心地段有旧改规则、配套完善的房源才有价值。远郊老破小依旧无人问津。此外，房龄老旧带来的高房源难贷款、成交周期长等隐性风险也会压缩实际收益。总之，年轻人盯上老破小，本质是低利率时代的理性选择，低价上车，配套成熟，租售比稳健，完美适配刚需安家和稳健理财需求。但抄底绝非闭眼入手，择优筛选，摒弃投机心态，才能真正把握红利，规避风险。怎么说？21世纪财经，它这文章的前面写的还是可以的，后面有点虎头蛇尾了，有点狗尾续貂。为啥？对吧？它后面又说这个不是所有的房子都能涨，你这什么意思啊？只有核心地段的能涨，有旧改规则的能涨，或者其他地方还是无人问津。你前面唱多，后面唱空，那后面唱空有点夹带私货，所以有识之士必然举报。你为了说核心城区老破小现在成抢手货，那你没必要捧一个贬一个，说郊区的这些新房大房子无人问津，你这说法不合适。都是房地产，都是房子，你为了突出老破小，你就非说新房郊区新房没人买，这个都不现实，这都是片面的，非常的以偏概全。我们的楼市无论是老破小还是郊区的新房，那都是稳中向好，都是回暖。媒体经常报道外卖小哥捡垃圾的，什么摆地摊的1年赚个100万，送外卖3年赚100万的很多，这是媒体报道的。那现在你送外卖的，你就可以去上海买套老破小，首付300万，你首付才45万，完了之后你就坐在那儿，你就不用送外卖了，他的房租比他贷款还要高，你这坐在那儿赚钱，还送外卖干啥？你又在那儿，你又愿意送外卖，导致外卖的骑手过剩。你2000多万送外卖的人，实际上只有400万骑手有单子接，对不对？你那1600万外卖骑手干啥呢？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上海、北京、杭州买老破小出租？你一出租，你那1个月的租金，你把银行利息给还上，完了你还剩下的钱可能比你送外卖还多。为什么不？一个个的都不愿意去买，完了就还扎在外卖赛道里面，最后互相内卷，互相谁也没订单，收入下降。那边买房就能赚钱，轻而买个老破小就能非常容易的成为人生赢家，都不愿意去。为什么？所以我是建议这些外卖骑手，在你送外卖之余，也顺道去那楼盘看一看。你送外卖，你对上海最了解，那胡同里面那些哪个房子好，哪个房子不好，有空你顺便看一下，你觉得好马上就买下，这样你可以不用再送外卖了。所以我再一次得出结论，认知改变你的人生。最后我们再看一篇自媒体文章，这个略显丧气，我们看一看，我们要汲取经验教训。这个自媒体文章啊，它标题叫30年房贷正在吃掉整整一代人的后半生。当然这都是个别现象，这是个别人的哀嚎。我们介绍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让大家这个叫警钟长鸣。我堂哥去年在广州买了房，380万，首付掏空2家老人，月供1万2。2025年上车的，他今年35岁，月薪2万出头，老婆生完2胎就没有上班了，在家带娃。算笔账，1万2房贷，3000块奶粉尿不湿，2000块物业水电停车费，剩下3400、3-4千，4个人吃饭，每个月工资到账，还完房贷基本清零。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晚上10点半，声音压得很低，怕同事听见。说实话，我现在最怕的不是裁员，是生病。上个月他牙疼，忍了2周没去看，不是没时间，是舍不得那几百块。后来半边脸肿起来了，才去杜康开了点消炎药，医生说要拍片做根管治疗。他问多少钱，医生说1000多，他站起来就走了，1000多刚好是他家1周的菜钱。这跟我一样，我20年前在国贸那儿就什么瑞尔齿科，你知道吧，也是去做根管治疗，结果他给我报了个价格，反正我还没数完，就好像就小1万了。20年前他说这个要多少钱，那要多少钱，哒哒哒在这一算，我还没加完，他还没说完，反正我估计好像也过了1万了。我也跟这个他表哥一样，站起来就走了，谁能受得了，对不对？那时候北京的就3环那儿的房子也还没到1万1平米，这不是抠，这是算过账之后的选择。房贷在前，什么都在后面。
我以前觉得买房是上岸，后来才发现，对很多人来说，买房是上了一条30年看不到岸的船，每个月固定划走一笔钱，风雨不改，你不敢辞职，不敢跟老板顶嘴，不敢想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的只有一件事，下个月房贷够不够。同事婉姐更让人难受，她42岁，房贷还剩18年，去年老公被裁，找了半年工作没着落，现在在家接点私活，有一搭没一搭，全家开销加房贷全靠黄杰一个人扛。他做运营，工资15000，每个月房贷要扣掉8000。有一次午饭，他突然说，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买了这套房。我们都没敢接话，不是不想安慰，是不知道怎么接。他说买房那年他觉得自己特牛逼，终于在大城市扎下根了，现在回头看，那不是扎根，是被钉住了，你动不了也不敢动。房子不是家，是每个月准时来敲门的一张欠条。我不知道这代人是怎么被说服的，20多岁刚毕业，30岁背30年的房贷，还还到60岁，最黄金的30年，全家全压在一套水泥盒子上，不敢换城市，不敢转行，不敢歇一口气，人还没老，路已经走死了。不是不努力，是这局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你掏空6个钱包上车，老老实实还30年，中间不能失业，不能生病，不能有任何意外。这不是生活，是走钢丝，底下没有安全网，掉下去全是深渊。有时候我想，房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说是家，其实是全家人住后几十年的流动性，全家人往后几十年的流动性被一次性锁死了。说是资产，其实是银行先收走了你未来30年的收入，给了你一个住的地方，还让你觉得自己赚了。说实话啊，自媒体的文章认识非常偏颇，他只说了每个月到点上要还按揭贷款，全家人不敢多吃点，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辞职等等，这些怎么说？你想一想，你未来你这房子要涨价呀，房子现在在涨价，你这380万买的房子以后变成720万，你不到720万也行，380万你涨到500万，你对吧？白白挣了120万。你这个时候怎么不说了，是吧？你要想着未来房价要涨，现在正在涨，所以啥也别说了，赶紧有时间呢，赶紧去看房，没时间呢挤一挤，充分利用周末去看房，先来他一套，不行再来一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